阿 Rhiannon 記唔記得上一集咧，我哋提到咧市場營銷咧有4個好重要嘅元素，記唔記得係邊4個啊？我梗係記得啦，你教我就係4個 P 啊嘛，就係產品啦、價格啦、分銷渠道同埋推廣。對啊，嗱不過除咗呢4個好重要嘅元素之外咧，仲有一個變數，仲就叫環境變數。環境變數，但係我又未聽過。嗱，根據咧市場學嘅大師 Philip Kotler 講咧，我哋有6個好重要嘅環境變數，包括乜嘢咧？經濟啦、社會文化啦、人口啦、科技啦、法律啦，同埋自然嘅變數。嗱，呢啲環境變數咧，不但咧可以創造一個商機，但係好多時亦係一個企業嘅挑戰嚟嘅。你屋企有幾多個小朋友咧？1個定係2個？生得咁少啊，咁嗰啲做 BB 仔生意嘅公司豈不是要執笠？梗係唔係啦，佢哋反而覺得啊呢一門生意大有可為啊，因為佢哋睇中咗家長嘅心態，生得少，梗係肯使多啲錢喺小朋友嘅身上啦。我哋有上門，有上門，上門就係另外一啲價錢。Doris 咧就睇中咗呢一點，同2個拍檔合作，成立咗佢哋嘅公司。其實我哋公司最主要都係幫 BB 印手帽。我係媽咪啦，咁我會覺得我成日都見得翻自己個小朋友喺佢細個嘅時候嗰個手個 size 啊，嗰啲形狀咧，會覺得即係好 warm 㗎。因為香港我未見過呢樣嘢，同埋我知道香港好多人都係生1個 BB 咯。係啊，即係生得1個 BB，你所為去做嘅嘢，你肯花錢去同佢做呢啲嘢。睇中咗呢個市場之後咧 ，Doris 咧就同另外嘅2個拍檔 Queenie 同埋 Eva 咧，先用咗半年到9個月嘅時間研究製作技術，然後咧喺2003年嘅年中咧開始經營呢一盤嘅生意。不過咧，佢哋並冇好似其他嘅公司咁喺一啲商場開設門市部，反而咧選擇咗親自上門做生意呢一個經營方式。成個工序就係首先我哋上門幫 BB 印個帽啦，咁一般都係會印2手2腳啦，咁一般就係花我哋15至30分鐘，咁我哋印完個帽我哋就走噶啦。返工場我哋就要注帽啦，注完帽之後就好似就要拆爛個帽，就攞咗個帽出嚟，咁我哋就要等佢乾晒嘅，咁乾晒之後我哋就要會磨平佢啦，咁跟住我哋會上油啦，上金色油。咁就將佢同佢上架咯。如果佢要放相，我會幫佢放埋相咯。咁然之後就交貨俾佢咯。嘅時候咧，我哋要留意翻咧。Jackie 以前係小學教師，佢咧就最了解家長嘅心態啦。而家好多屋企咧都係1個起2個止，所以個個家長咧都有望子成龍嘅心態。即係而家出生又少啦，即係每個家庭嘅小朋友咧，佢都係通常都係1個，咁家長都係好願意去即係投資落去小朋友身上㗎。咁只要一啲即係家長認為係對小朋友有幫助嘅課程咧，其實好願意去即係俾小朋友去參與咯。Jackie 覺得家長呢一個望子成龍嘅心態咧，可以係一個商機，於是咧佢決定利用自己嘅興趣同埋專長，開咗一間專門教小朋友用積木砌機械人嘅學校。因為自己對呢啲積木好有興趣，咁好多時候都會睇下有冇啲新產品啦咁樣。咁有一次咧睇到有一個積木機械人咧喺個市場上邊，發覺係適合小朋友去學嘅，咁啊所以就開始去向呢個方面去即係研究咁樣。準備3、2、1，開始。課程咧最主要咧就係要教小朋友咧點樣去一齊合作咧去即係製造一個機械人。咁喺過程入邊，佢哋要學嘅一啲數學啊、物理啊、工程方面嘅知識啦。最重要咧，其實就係可以有機會俾佢哋發揮佢哋自己嘅創意咯。不過 Jackie 初初開辦課程嗰陣咧，學生嘅反應咧就唔係太好啦。最初都會去同一啲補習社去合作，一齊去做一啲課程嘅。咁但係其實出嚟嘅效果就唔係十分好咯，因為好難去接觸到我哋個目標嘅同學。我哋就去變啦，即係我哋去諗下點樣可以做得會更加好咧。因為之前我喺學校任職咧，了解到學校咧一定會有一啲嘅課外活動會提供翻俾啲同學嘅，咁就所以我哋就嘗試去同學校去合作，去安排一啲嘅課外活動嘅課程，咁樣去做法。因為始終嚟講啦，教師即係始終喺個
教授知識嗰方面就專家咯。咁但係始終唔係話樣樣嘢個老師都每一位老師都會識得去好專業咁去辦理呢一啲咁嘅活動俾啲學生。咁我諗如果坊間上面有一啲類似呢啲公司咧，咁佢可以搞一啲課程，又適合到學生，既可以即係減輕老師工作負擔啦，同埋真係可以針對到學生喺唔同方面嘅興趣同埋需要咯。教授啊，我覺得 Jackie 佢哋嘅學校咧都發展得幾好喎，因為咧佢哋就有個優勢啦，可以入到學校裏邊咧提供一啲課外活動咧俾啲學生啊。係就係嘅，不過呢個優勢咧就唔係所有中小企都有嘅。嗱，好似我哋以下介紹嘅一個案例咧，你會見到阿 Chris 咧同佢嘅拍檔咧就開咗個琴行，咁佢哋嘅對象咧都係以學生為主嘅。嗱，不過佢哋選擇咗係咩咧？喺商場裏邊咧去租一個鋪位咧開佢哋嘅琴行。出生率呢樣嘢係一個大氣候，咁但係呢個大氣候咧，我諗唔會影響到我哋喺某一個小地方開嘅小氣候。香港整體嘅出生率咧係喺度下降緊，但係喺某些區域，譬如話呢個一啲好新發展嘅區域，譬如將軍澳，甚至係一啲九龍區域咧，都係上升緊。因為我哋其實都有做過啲市場調查上網 check 過嘅，咁都發覺而家大部分嘅學琴嘅學生咧都係參加向一啲比較出名啦。大型連鎖嘅琴行嗰度學咯，咁要生存嘅話，一定要揀一個地方係冇呢啲咁嘅連鎖式嘅琴行扎根咗喺度，咁先可以俾我哋獨立經營嘅琴行有啲生存空間。咁另外就係要睇翻個區域嘅小朋友嘅量多唔多咯。Chris 於是咧就同埋 Gareth 用咗半年到8個月嘅時間，去到唔同地區嘅商場啦，尋找適合嘅鋪位。咁我哋會集中咧，都會揾一啲比較上人口密集，同埋一啲比較上中產，同埋一啲比較上係新發展嘅區域。譬如天水圍區啦，小朋友多，咁但係由於呢個區域嘅人事收入比較低啲啦，咁可能學琴嘅收入會低翻啲啦。將軍澳區咧，其實好多嘢都符合到，咁但係問題我哋目標嘅商場咧已經有若干間嘅競爭對手喺度扎根咗咯。咁好偶然機會之下咧，揾到另一個喺西九龍嘅上代發展嘅商場，咁入到去發覺人流就比其他啲咧就少好多啦，咁但係就睇到佢有一個潛力，因為冇一個直接競爭嘅對手喺個商場裏邊而發覺附近地方咧都陸陸續續有啲新嘅大型嘅屋苑咧入伙，咁發展嘅前景咧就幾好咯。教授啊 ，Doris 啦、Chris 啦同埋 Jackie 啦，佢哋3個咧都分別喺呢一個出生率偏低嘅大前提底下咧睇到商機，開創咗佢哋自己嘅業務。嗱，係就係嘅。不過如果你淨係單淨係睇一個嘅因素咧，係唔足夠。我哋仲有好多好重要嘅環境因素要留意嘅，例如咩咧？經濟啦、社會文化咧都好重要嘅。但我唔係幾明，可唔可以舉個例咧？好嗱，譬如咧近年咧，我哋睇到咧，即係個男女人口嘅比例咧係唔係好平衡嘅。嗱，呢一個趨勢咧，正為咩咧？就係網上交友平台咧提供咗一個商機啊！嗱，不過咁啊，我問你啦，Vian，你會唔會將你嘅相擠上去呢啲網上邊咧？梗係唔會啦，女子人家豈能夠拋頭露面 ？No way！嗱，呢個正就係一個咧社會文化嘅現象。嗱，不如咁樣啊，我哋睇下以下嘅例子咧。咁我哋都知道喺香港其實因為大家工作繁忙啦，咁有時呢個圈子比較上窄嘅。咁再加埋咧過去10幾年嚟咧，發覺一路都係咁嘅變化，就係話被分嘅男或者女咧，係嗰個數字係越嚟越大。咁我哋覺得即係如果咁嘅情況咧，推出咁嘅服務咧，係會即係應該會幫到佢哋咁樣。雖然香港男女比例唔平均呢個現象啊，對網上交友平台嘅發展有利。不過咧，就因為一啲文化嘅因素，令到女會員嘅數目咧比男會員少噃。而家男女會員嘅比例大概咧係2比1左右啦。一就可能啲女性係比較冇咁主動啦，即係覺得係男性再主動多啲啦。另一個原因就係話其實係可能比較怕醜啦，即係女性佢覺得將張相或者將個人資料登上網咁好多人見到，咁可能其實覺得有啲擔心啦咁。第三個原因咧就係我哋可能用呢個服務啦，咁其實真係少唔少人嘅咧咁樣，咁其實有啲咁嘅懷疑喺度嘅會。考慮到女性網民嘅心態啊，所以咧就要喺產品設計，甚至咧喺市場策略方面咧作出一啲嘅調整。其中一項咧就係喺2005年所做嘅市場推廣啦。其實個構思主要咧就係我哋想加強我哋用戶咧對我哋服務嘅信心。咁所以我哋成個主題咧都圍繞住一個叫做信，你會得到真愛呢個主題嘅。喺產品方面咧，亦都做咗一啲嘅調整。
咁每一個廣告咧，其實我有專人睇過啦，確保入邊係冇啲唔恰當嘅東西出現嘅。咁另外我哋亦都有一個係叫物照認證嘅。咁物照認證就係用啲特別嘅方式咧，去證明送上嚟張相咧，其實就係本人嚟嘅。我哋都經常咧接到好多成功嘅個案嘅。咁佢哋可能係拍緊拖啊、結咗婚啊，甚至乎有啲係生小朋友嘅咁樣。咁我哋覺得我哋都去將呢啲嘢去分享，同我哋嘅用戶分享啦。